唔少香港客問我有冇啲咩高性價比嘅中山豪宅盤介紹下。今日婷婷帶你睇嘅呢度咧，位於中山嘅旗江新城，單價14,000蚊帶精裝修就可以享受到千萬級別嘅豪宅配套啦。咁講真一句，我入到嚟呢度之後咧，發現呢度嘅配套、會所同埋戶型咧，對比我哋珠海嘅豪宅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一齊去睇下有咩料到。先嚟講下位置同埋交通啦，呢度距離深中通道出口咧1公里，小區門口就有巴士站，坐2個站咧就去到高鐵站中山站啦。你如果想去博覽中心坐車返深圳、香港仲方便，門口就有中巴免費接送你過去，2個字時間就到啦。嗱，你冇聽錯㗎，免費唔收錢，服務真係到位啊！預約咗就可以出發㗎啦。咁住喺呢度咧，無論係公交車啦、打車啦，或者高鐵、中巴都有㗎。選擇返香港嘅方式咧，亦都係夠晒多、夠晒方便。嗱，而家俾大家睇下喺屋企望出去嘅景觀，就知道呢度嘅配套完唔完善啦。1個字時間去到星河 Coco City 啊 ，TOD 商貿區；2個字時間去到遠洋廣場、假日廣場、利和廣場、寶龍廣場，全部都喺晒周邊㗎啦。打車咧唔使跳錶，幾蚊雞就到㗎啦。如果選擇坐巴士嘅話咧，門口有好多條路線都可以去到呢啲商場嘅。社區樓下個商業街咧已經開咗啦，有七仔啦、餐飲啦、服裝店、牙醫診所，對面仲有肯德基。OK， 咁講完外部嘅環境，就嚟重點講下內部嘅會所配套啦。先嚟睇下呢個4000平方嘅皇家會所有啲咩啦。咁目前咧，所有嘅會所配套咧都已經對外開放噶啦，你可以開年卡啦、月卡啦，或者係次卡嚟體驗一下都 OK 嘅。咁你可以睇到咧，我哋而家所喺嘅位置咧就係健身房啦，所有嘅設備咧都非常之完善，空間亦都好大嘅喎。真係唔係講笑，我覺得呢度嘅健身房區域咧，比我之前拍嘅好多嘅千萬級別嘅珠海豪宅嘅健身房區域都要大好多。你睇下，哇，跑幾圈都唔夠我跑。咁佢呢度嘅會所咧，仲有咖啡廳嘅，你可以喺度點杯咖啡啦，或者係梳打水都 OK， 價錢都唔貴啊，10零20蚊一杯，咁你就唔使出去其他咖啡廳啦，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到啦。咁如果屋企人咧，小朋友唔記得帶泳衣都唔緊要，呢度仲有提供呢個泳衣售賣嘅服務，同埋呢度出邊咧都有礦泉水啊，或者係一啲飲料可以售賣嘅。呢度咧唔單止有室外嘅游泳池，仲有一個恆溫嘅室內游泳池，仲要係2個池位，有大池、小池啦。咁如果小朋友咧冬天嘅時候想過嚟游水就非常之合適啦，因為呢度嘅室內游泳池咧恆溫嘅溫度大概係27、8度左右，非常之舒服㗎。睇完呢個會所呢，我都羨慕住喺呢度嘅業主啦，真係160萬就可以享受到啲咁樣嘅配置，太抵買啦！你咪話香港啦，就連大灣區嘅其他城市，100零萬頂多就係買個普通嘅小區住宅，想要咁靚咁大嘅會所，其他嘅城市起碼都要成500萬以上。喺呢個配置咧，就可以睇得出開發商真係落重本嘅，而且目前會所咧都已經係對外營業緊噶啦，你可以隨時過嚟搞個體驗卡試一下。再講翻目前賣緊嘅單位啦，主推咧係1期嘅3、4棟單位，110平方到163平方嘅3到4房，全部咧都係現樓起好晒噶啦，即買即時可以入住辦證。就連2期未開賣嘅咧，都已經全部起好晒，園林亦都搞掂晒，唔使擔心爛尾。14,000蚊嘅單價大精裝，每間房嘅空間咧都比其他嘅社區大好多，啱晒過嚟嘆世界嘅香港人啦。咁
而家佢呢個社區咧搞緊活動啊，只需要交8800蚊咧就可以享受到10萬蚊嘅全屋家私家電大禮包啦。包含啲咩呢？你而家見到嘅所有家私家電都係包含晒喺入邊噶啦。咁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點擊我嘅頭像私信我領取資料啦。